OK，咱们这是的嘞，但这里你给落地你把给弄成我来给是谈论日常生活，谈论了是那写把多是日常了是那推荐的了，当个是能去打把西多是生活了是那错当个是推荐给错了，你写过了，得给这都大概了写过来着呀。但不的，每天你几点起床？每天了是那 everyday 了打把西，你几点了是那早上出去开车了？起床了是那也狼吧？早上打把西出去开车了也狼个月了是。我通常8点起床，我了是我通常了是那能住的是，但usually来的话，你记住呢，8点了是那出去给我了。起床了是那也狼吧哇，能住的出去给我了也狼个月了是。你在哪儿吃午饭？你在了是那条约吧哇，哪儿了是那考完了，吃了是那啥哇了，午饭了是那员工开了的，像考完了员工开了考完了3个月了。你在哪儿吃午饭？我在附近一家快餐店吃午饭。我考3个月了是呢，附近了是呢，找不了，年考了那个叔给找不了。一家了是呢记住快餐店了是呢，就是给啥行有了，但就把啥当个做日面看了啥的有了你了所有的啥有了快餐店吃了是呢啥玩意午饭了是呢员工看了。当个员工看了，你找不了，那个做给大家了人，就是给看了，员工看了3个月了是。你中午吃些什么了是呢？就让员工了，看了3个月了是。中午了员工吃了啥些了是呢？肯定得错着了呀。什么了是呢？看着就让员工了，看了3个月了是。我吃一个汉堡包，一个炸鸡腿。我吃了是那个啥玩意儿？一个了是那记住汉堡包了是那个做汉堡包了的，汉堡包了是那burger了样个做。把那圈圈你把它了下头炸那你谁的？但下有的下面你就有的汉堡包。一个了是记住炸鸡腿，炸了是那炸不了鸡腿了是那几根干巴了了。OK。第3个月了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你了是听了什么时候了是那开对了？开始了是那我做吧的工作了是那来个，像来个肯定我做你起个来了的。我8点开始工作了是那，我就是接完了我做你2起个来了是，当然。就是叫了2个钱我做个来了，这个开始了是那我做吧，工作了是那来个你上班了是那就让2个钱吧干了钱吧干些什么了是那开始起过来，就让2个就得2个开始起过来了，当别人个2个起过来了，就2个开始起过来了这样。我接电话和打字，我了是我接电话了是那接了是那加吧。电话了是那卡巴加吧，但比较风流的卡巴也加吧，米卡巴当时那说加了接电话和了是那汤了打字了是那我是摘屏的，但我就落来的就是你的个是我是一提个得了打字了。但你2个的看着卡巴加的，你摘屏加的了是。你什么时候下班？你了听了什么时候了去洗的个对了个这个下班了是那2个推听2个肯定推个来了是。你什么时候下班？6点了是呢，就是出吧，6点就是出吧。OK， 我听过你的，大家弄下了对了一句了，西一安闲了，闲暇时了是呢，闲暇了是呢，第3东巴告诉了，闲暇了是呢，第3东巴的告诉了，时了是呢告诉了，第3东巴告诉你干些什么了是呢，就开始起个月了是。我喜欢了是那我狗月吧听了是那年吧
流行了是那个做给大所切说 fashion 了了大所切说了呀音乐了是呢写那个你看的年狗了是呢大所胸球比给写的年狗月了是我喜欢了是那个狗月吧的踢足球了是那个做刚这波路呀刚这波路在了狗月了是OK 你这是想用过的嘛去看了去的 logi 了谈论日常生活每天你几点起床我通常8点起床你在哪儿吃午饭我在附近一家快餐店吃午饭你中午吃些什么我吃一个汉堡包一个炸鸡腿你什么时候开始工作我8点开始工作你上班干些什么我接电话和打字你什么时候下班6点闲暇时你干些什么我喜欢听流行音乐我喜欢踢足球